要挖300栋历史的台南市定古迹洪神庙，这庙后的抗电的受业者拍算要来起大楼，在地有人是真反对，这是违反着文化资产的保存法，要求市政府唔通互通过。那这文化局是来回应讲，已经有协调地主，甲5层楼的这大楼呢，降做是3层，来缩小规模。 由民间组成的抢救洪神庙联盟，暂时提大型批卡，内底装的是5000支的诉求，要向市府表达守护洪神庙的决心。主要因为有将近300栋历史的市定古迹洪神庙，庙后壁本正计划要起一间5层楼高的民宿，不过因为离庙干了80公分，惊庙体会损害去，兼影响整体外观。当地民众嘛认为安尼是无该妥当。起一间现代化的民宿咯，安尼敢好敢？ 无盖偌好啦，就还是可能要保留一下文物啦。两岸的那些官员都是会先进丰神庙这边朝拜，然后才会进到那个台湾陆地上面来。这整个是台湾府的一个门面，重要的一间大庙。 怎么可能庙地是这样子破碎的？洪神庙头前的接官亭甲牌楼形成完整的历史风貌，不过因为庙后要兴建大楼，引起民间团体烦恼。联盟调一人强调，以文化资产保存法34条第1项，营建也是其他开发行为，拢袂使损害到古迹，也要起厝嘛袂使妨害到。尤其正前洪神庙打落重本的修复，也为着建筑去牺牲着历史价值，因认为安尼无啥理想。文化局回应已经有参地主协调。 会定设计改建案。从原来的规划，从5层楼，已经现在下降到3层楼。地主也愿意再由庙方后面的背墙呢，再退缩更多的一个空地。它的地目是4，慢慢的怎么会变成呢？在民国79年的时候，陆续切割的3块私有地，民国80年就被卖掉了。可是中间我们觉得那个过程弊端重重。经过了解，1994年市府甲洪神庙划作古迹保存区，不过庙后的1417地和这块地无划入去，所以迄块地是会当起的。但是针对文资法第34条的规定，文化局要求地主要提出安全评估参监测计划。文化局嘛讲，地主伫7月底已经照规定定上案，不过监测计划搁要补件，到时才搁定审查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